再来看新竹的新丰乡，有一个23岁少年呢，是竹北在地好野人家的少爷，伫当地开一间餐酒馆，竟然是咧网络顶公然铺文卖毒品，伊甲大麻掺落失控这种甜露的点心内底，造成高浓度的大麻失控，专门卖予竹科、竹北科技界的干部工程师。刑警大队出动搜索，敲出着一包大麻甲9粒的毒失控，甲移送法办。三大鸭的甜露都安尼放伫桌顶，详细看边仔有一包真空包装深绿色的物体，这毋是普通的甜露，这内底有掺大麻。卖大麻的人，就是这间餐酒馆的头家，地点伫新竹县新丰乡。希望拖落来已经真久无人出入。已经停止营业，也有人要过来顶让。他什么时候停止的？9月份。根据了解，头家就是竹北地区大家族的少爷，伊甲警方讲，餐酒馆经营了歹，竟然开始锁定竹科的高阶人才，伫网络顶用暗示的词语咧卖大麻的甜露。警方执行网络巡逻勤务的时阵，发现怪怪，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，佮真正敲出一包大概15克的大麻，甲一9粒高浓度大麻的甜露，嘛将这个涉案的少爷移送警办。而本队也持续向上溯源来侦办，查获其毒品来源是从另外一名潘姓男子所提供。目前本队仍持续追查本起的贩毒网络，扩大在侦办当中。为了业绩制造无同的新鲜感，涉案嫌犯利用网络，甲这个17岁细判赤字的师傅买大麻，落尾两个人落荒依照毒品的罪嫌上班。验过到底有偌济大麻甜露流入竹科，这嘛是警方后续追查重点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